疫情过了后，这饭店拢有欠工的状况。今年杭州就业服务协会甲高雄的饭店合作，替身心障碍的朋友来办培训班，今仔日举办面试，未来会当互因来帮助款房间，甚至是扫这个灶骹等等的工课，也会当解决饭店欠工的问题。 身心障碍学员当咧做帮务员的工课，有扫涂骹、甲物件摆好好势等等的内容。其实因的骹手紧，袂输一般的人。毋过，若是想要得到工课，爱先通过面试。比如讲，摆椅啊，要安怎甲房间整理好势。即摆是杭州就业服务协会甲饭店合作，通过面试的学员，可会当参加饭店的培训班。特别便宜，这位交白房的工课，有3个病人。 敢有信心讲会当来做好这个工课？应该是有啊。咱伫一个实际的环境，先来会当较熟悉的，会当了解安尼上班的环境是啥物款的情形。那因为伫咧饭店内底，你会碰到人客，人客会问无共款的问题。这几档饭店业拢有欠工的问题，尤其是疫情过后，虽望饭店愈写一间一间开，少年人嘛无愿意来饭店业工课。今年有25位无共身障类别民众来面试，有看袂到、听袂到、智能障碍等等。饭店总经理表示讲，身心障碍者会当弥补欠工的问题，也是增加因就业的机会。 疫情了啊，规个市场较活啊，大家即个较愿意消费所以啊，即个嘛增加嘛正济啊增加正济即个消费者。 啊，当然啦安尼即个欠人的情形就较济。高雄市身心障碍人数有148000人，根据劳工局统计，去年辅导860位身障者，有495位顺利就业。透过即摆饭店业者提供职业的训练，互身障者有技能，会当找到适合的工课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